快来集合了！乾陵星光音乐会将继续开唱，来乾陵景区游客中心吧，让我们一起感受青春的律动与激情。在乾陵景区，你可以品尝地道的前桌美食，沉浸体验睡美人乾陵的神秘圣美，聆听千年回响，共赏盛世华章。此次音乐会，清风乐队、如果乐队、超越兄弟及古城谣乐队将倾情演唱，一首首金曲带我们共同穿越美好时光。快来星光音乐会现场，不仅有璀璨歌声与浪漫星空相伴，现场还有更多惊喜，给您心动体验，好运就在您的身边。快来解锁您的专属星光福利吧！心动不如行动，让我们一起尽情释放自我，享受音乐的魅力。乾陵星光音乐会就在乾陵景区，我们不见不散哦！